各位追光者嘅朋友，各位觀眾，大家好！我哋 Money Discord 咧，今個星期咧就想同大家講下香港嘅樓市。咁即係最近啦，我喺網上見到咧，施永青施老闆咧就話即係有一啲人就喺度唱衰香港樓市。大概嘅意思就係你話咩北水截停呢啲嘢咧，其實根本就唔係一個即係結構性嘅現象嚟嘅。佢大概就係話，而家香港嘅政策始終咧都係會吸納多啲高才人口嘅增長目標都係要吸納呢啲人，即係高質素嘅人口。咁所以其實香港嘅樓市啊點會有問題啊？咁甚至乎咧，佢喺個分享入邊啦，嗰條片入邊咧就話呢啲咧係即係佢話建制派嘅人咧，普遍都係支持香港嘅樓市要向好，咁就只係啲反建制嘅人咧先至會即係覺得香港嘅樓市會唔掂嘅啫。咁所以我哋又不如今日又講下究竟香港嘅樓市嘅情況係點啊？Joseph。喂，係新聞好啊！大家好，我諗我睇咗施老闆嗰條片咧，其實最令我 impress 嘅其實係嗰個 AI 分身啊！如果真係施老闆做到一個 AI 分身，都幾自然喎，就都表現唔錯。咁但係講翻嗰個樓市嗰個前景啦，就到底係咪就係建制派就想個樓市好，而非建制就一定要唱衰樓市咧？我記得我哋喺呢個頻道喺舊年第3季都開始講，喂，樓市似乎有啲轉勢喎，開始個樓見到咧係有個上升嘅動力。我記得當時我哋講嘅時候咧，我都俾唔少朋友鬧，做乜唱好香港樓市啊？咁莫非我哋都變咗建制派一份？如果根據施老闆嗰個原則嘅話，咁但係的確喺個樓市方面，我哋近個月咧，特別係5月底之後見到咧，樓市嗰個上升動力咧係開始放慢嘅。呢個都唔可以否認，因為其實喺舊年第3季樓市見咗底，開始反彈之後咧，如果大家計數，由低位咧，其實反彈翻近1成半，跌咗3成，反彈翻1成半，其實嗰個升幅都係相當之唔錯。當然背後好大部分嘅嚟自嘅買家，我哋都不斷分享啦，其實都係嚟自啲內地買家啦。講緊整體有2成幾、3成都係內地買家，更加唔少新盤。有5-6成都係佢哋啦，咁所以近日呢個北水我哋都從大家分析過，真係叫停咗啦。喺7月1號之後，呢個所謂 ODI 海外投資開始放慢。我哋的確見到由數據上，由每個禮拜啲樓市成交咧，的確係有放慢跡象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施老闆作為地產界人士，覺得樓市應該要繼續升嘅。如果唔係點樣符合佢全年升2成嗰個預測咧？咁由佢個口中咁樣講咧，都唔可以怪佢嘅。即係我哋都叫做同施老闆相識一場啦。咁我即係對佢嘅印象就係，其實佢就都見多識廣，同埋亦都係即係有嗰句講嗰句嘅人嚟嘅。即係有嗰句講嗰句，即係佢心諗嗰樣嘢，佢就真係會講嘅。佢好少話即係特登即係收埋啊咁我記得好多年前咧，佢自己都講啊，哇！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咧，佢有講嘅一個樓市喺冰河時期，佢俾佢自己啲同事鬧餐死添嘅。咁但係而家睇翻轉頭啦，即係當年佢會諗下個環境係點樣去講。咁佢其實今次佢都唔係話唔講環境嘅，但係即係如果你問我咧，佢就有一個重點呢個我覺得幾特別嘅，就係佢話即係建制派嘅人，我諗佢唔係好刻意咁樣講邊個政黨或者咩人啦，佢即係基本上就係話香港嘅既得利益係一定會希望嗰個地產嘅經濟產業鏈咧係繼續維持以前嗰種運作模式，咁甚至乎咧係會用各種嘅政策去遷就。咁呢一點我其實都唔係完全唔贊成嘅，因為你睇香港嗰個政府嘅收入你就知啦，即係土地相關嘅收入，即係包括賣地啊、補地價啊，你甚至乎以至到即係更加闊一啲嘅，即係整個經濟嘅運作入邊咧，
都好依賴呢個房地產嘅產業鏈嘅。如果冇咗呢個房地產產業鏈嘅話咧，即係你香港其實第一個最閉翳嘅就係個政府。咁所以呢一點我係唔否認佢嘅睇法。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主觀願望希望個樓市得，同埋個現實環境又係咪即係嗰一回事咧？我就有一啲保留啦，因為即係始終你香港嗰個經濟週期咁一直以嚟都一定有上上落落噶啦。咁啊樓市嘅經濟週期咧，大致上真係好多時都係向上發展。咁唯一樓市唔係幾做好嘅日子咧，其實香港就真係愁雲慘霧嘅。問題就係嚟緊嘅日子，我哋係咪仲可以維持以前嗰個走勢咧？咁呢個我就真係即係覺得係有啲保留啦。因為畢竟其實以前我哋點解會覺得香港嘅樓市只升不跌咧？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整個市場嗰個結構咧，其實係一個好微妙嘅平衡嚟嘅。即係政府一方面就其實我哋好多時就會話要起多啲公屋啊，要起多啲居屋啊。咁好多人話咁起咁多居屋公屋，咁咪令到個樓市即係少咗需求咯。咁但係其實個香港嘅樓市需求唔係淨係本地人噶嘛，你仲有其他海外買家，尤其是過去嗰20年。咁所以其實我而家反而諗翻轉頭咧，就係過去20年一路呢個政府話要將土地嗰個分配擺多啲喺公營房屋，其實變相咧就反而係有利嗰個私營嘅住宅嘅。咁但係住宅係一個市場啫，即係過去幾年嘅情況就係嗰啲資金如果買咗商業房地產嘅話咧，就頭痛就閉翳。其實到而家都未止血嘅。咁我哋講地產市道嘅時候，係咪都要考慮埋呢一部分咧？即係雖然佢講嘅樓市可能就好狹隘地只係局限於住宅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即係真係整體嘅樓市，係咪都應該要包埋商業房地產？如果包埋商業房地產嘅話，其實仍然唔可以叫做真係復甦咯。喺施老闆口中就話，即係建制派就希望即係樓市向好啦。咁佢口中就冇講話指名道姓，即係邊啲人話特別要刻意抹黑個樓市，就喺個口中就話，即係呢啲好多唱淡樓市嘅人都係即係刻意抹黑，冇乜具體嘅原因嘅。咁我當然知道有部分評論都話樓價未跌完嘅，仲要跌多3-4成先至足夠。咁亦都近日譬如頭先三文講啲商業房地產，亦都的確係出現仍然有啲財困啦，有部分有破產啦，甚至有人輕生啦。咁但係呢啲係到底即係施老闆指嘅係邊一啲人咧？就即係亦都無謂特別去考究。咁但係即係我哋譬如我自己嘅判斷話，即係舊年開始覺得樓市見底啦，開始反彈。直到5月底即係開始呢個內地開始落閘。當時我自己就分享過，就話即係覺得樓市可能要歇一歇啦。但係我都唔係話樓價會即係真係出現即係一個急跌嘅狀況，可能咧喺呢個水平可能都要橫行一段時間啦，就可能餘下嚟緊嗰幾個月，嚟緊嗰半年未必再有太大嘅升幅啦。咁就所以大家自己衡量到底喺呢個水平入市啊，還是即係繼續自己再觀望啲咧？咁從來呢啲都係自己判斷嘅。咁但係施老闆就將即係呢啲比較客觀嘅情況，譬如頭先講商業房地產仍然都係未有解決跡象啦，甚至我哋見到樓價的確頭先講話內地嘅資金開始減少，呢個唔係單單即係刻意去講話咩情況，而係由樓市嘅成交判斷到有咁嘅趨勢變化。咁加上聯儲局呢個當然大家有唔同嘅判斷啦，到底嚟緊美國息口係而家咁嘅情況啦，還是會真係去到年底有加息機會咧？咁而家都係大家靠估啦。始終新主席Kevin Walsh 到底嗰個 track record 係點，大家都唔係十分摸得到。咁但係似乎有個共識就話年頭開始諗住即係減息嘅趨勢咧，而家係即係暫停啦。
而事實上過去呢2個禮拜咧，我形容話真係見到樓市開始有啲形勢轉變嘅，唔係單單我哋啦，我哋見好幾間投資大行。譬如摩根大通、Morgan Stanley 以至係花旗都出咗唔同嘅研究報告，都開始講咧。佢哋都唔係話唱淡個樓嘅，不過就喺度講話，其實頭先我哋分享過嗰啲因素咧，喺嚟緊個樓市咧，佢哋都形容可能係暫時可能見到係要停一停啦，未必樓市喺全年繼續會有一個咁嘅升幅。咁所以似乎係暫時形成都一個幾開始變咗一個主流嘅觀察。咁當然喺施老闆眼中呢啲就可能唔係佢認同嘅主流分析啦。咁但係我相信都係大家尊重數據啦。嚟緊其實呢幾個月到底樓市嘅變化係點咧？就實際上數據咧都呃唔到人嘅。同埋每次講到係地產市場咧，其實我發覺咧，無論係睇好或者睇淡咧，多少都係有啲情緒喺入邊嘅。即係咁講，你梗係會有一啲主觀願望喺入邊嘅。反而你股票咧，大家個流動性就高啲喎。即係你一味睇好同一味睇淡嘅人咧，喺股市入邊都唔係話冇，咁但係就唔輪到你真係咁做啦，係咪？即係股市上上落落，日日都見到噶嘛。咁但係樓市，我諗最大嗰個問題就係點解大家會立場先行咧？咁呢度我有一個睇法，就係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嘅樓價或者地產成交，你尤其是講住宅咧，其實就透明度唔係想象之中咁高嘅，同埋即係你香港我哋講緊整體嗰個即係住宅嘅嗰個單位嘅數目，同埋你每個月有交投有成交嘅嗰少少嘅數目，其實係咪好反映到即係真係內在啲價值咧？其實就唔係，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即係有好多因素影響嗰啲樓宇嘅成交啊。咁大多數嘅情況咧，喺一個唔係話即係特別好熾熱嘅市場，或者唔係一個特別好差嘅市場嘅時候咧，其實嗰啲樓價嘅上上落落咧，可能係完全係一啲好個別嘅情況，即係好似有人可能係因為我冇啊，我諗住要移民啊，要賣樓，咁其實嗰個又未必係反映個整體經濟嘅供求問題啊，或者有陣時有啲人即係移民賣樓，你唔係話全香港人一齊走㗎嘛。即係雖然我哋話過去幾年都走咗好多香港人，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其實要走嘅都走晒，係咪？或者走嘅人都唔一定賣樓喎，有啲咪擺住先都有㗎。咁所以其實你去到今時今日呢個環境咧，我覺得成交嘅唔係真係好，真係反映到嚟緊嗰個市場嘅嗰個狀況嘅。坦白講，我反而覺得嚟緊真係幾影響嗰個市場狀況幾樣嘢咧。第一就係我哋唔好淨係睇嗰個樓市，即係講緊二手樓嘅成交啊！你諗下，一手樓嘅供應同一手樓嘅成交，即係如果係咁有信心，咁覺得樓市係即係有排升啊，長升長有嘅，其實係咪第一個問題？我哋就見到嗰啲發展商會好積極咁樣去投地咧。其實呢個先至係施老闆講嗰個，即係香港制度建制派嘅既得利益。你啲二手樓賣，你益唔到幾多政府嘅啫。你對政府嚟講，最緊要可以開到啲新嘅土地、新嘅項目賣出去。咁但係你見今時今日成個政府將嗰個精神擺咗喺個北部都會區度，發夢都掛住北部都會區。你其他地方啲發展咧，其實已經冇人理冇人顧。大家仲有冇聽到話地產商開盤，有人去即係排晒隊啊，做晒勢啊，成凍結咗嘅？即係呢一點，其實大家都即係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參考咯。即係如果我哋話樓市好同壞，除咗睇個價錢之外，你都要真係睇下嗰個成交嘅量啊，同埋睇下即係係唔係有人願意長遠投資好大筆咁樣去買地，
去即係做新嘅發展。咁如果從呢個角度睇，其實香港嘅樓市仍然同即係講緊7年前、8年前嘅世界好唔一樣。Simon 呢度講咗個好好觀點咧，就係真係成個特區政府而家即係傾全力都係搞呢個北部都會區啦。咁唔知觀眾有冇留意咧？上個禮拜五就呢個北部都會區所謂頭炮咧，就係呢個洪水橋嘅片區開發咧，就第一次截標，咁啊叫頭炮啦。咁我哋見之前我哋啲北京大員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都3番4次落嚟香港，就叫啲發展商要積極參與呢個北部都會區。咁呢個洪水橋片區最終嗰個反應點咧？2份標書，一份係嚟自恒基地產嘅獨資經營，另一份就嚟自信和牽頭。咁但係呢個財團組合好奇怪，有信和本地發展商啦，另外嗰幾間咧包括係中國海外、華潤置地、招商局置地，另外仲有京東同埋中旅國際。我形容都係一個奇怪嘅組合啦，既有內房又有香港發展商。成個洪水橋片區嗰個投資額唔細嘅，講緊150億以上。不過係頭炮第一個啫，咁之後仲有其他幾個片區會喺北部都會區繼續推出。咁但係你頭炮出咗咁多力，咁多北京大員落嚟，幾乎講到唔投地就幾乎唔愛國咁滯啦。咁但係都係得嗰2個財團標書，咁背後反映嘅係咩咧？所以我嗰陣時我都提出個問題，唔係睇邊啲入標，我哋要睇係邊啲冇入標。包括好受中央支持嘅新世界發展，咁你可以話新世界冇錢啦，因為個財務仍然都係受困啦，負債比率仍然高。咁你財務好健康嘅長實同埋新地又點呢？長實當然即係李澤鉅識計數嘅，即係任何人識計數都知啦。即係呢個北部都會區，連特區政府自己都講唔到個回報係幾多。咁你妄想長實會入標就難啲。反而令人奇怪係新地，新地財務狀況健康啊。又每年都有好多賣樓盤，有現金流，負債比率又偏低。而且最重要係新地喺成個北部都會區，你講緊洪水橋、古洞大量土地儲備，理論上即係如果要發展嘅新地應該係即係第一個行出嚟，但係新地都冇投標到，咁背後反映咗咩咧？係咪發展商其實都計到數？你政府都講唔到成個北部都會區個回報係幾多？咁你而家就可能真係要靠一啲央企去做。咁但係如果你之後第2個、第3個片區推出嚟反應又唔好嘅，咁點算咧？係咪特區政府自己食晒佢？因為即係中央啲大員話，成個北部都會區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啊嘛。咁會唔會變成咗就係由納稅人去孭呢條數咧？呢個係幾令人擔心。其實你諗翻轉頭，即係北部都會區呢個政府嘅嗰個發展模式，其實去到最後咧，你如果冇香港呢班發展商參與，其實我即係如果你用一個好 layman 嘅方法去諗，咁不如起晒公屋佢啦。香港解決居住問題啊嘛，講到要即係令到人人可以有屋住嚇，人人都可以唔需要擔心呢個居住嘅成本問題，你咪起大量嘅公屋嚇，咁咪搞掂咯。咁但係即係以前香港嗰個城市發展方向都係咁㗎，即係好多時你一個新區嘅發展，除咗起呢啲基建之外，就係起啲好大好大嘅公屋。咁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對呢個政府咧就係完全嘅一個財政上嘅負擔，你政府自己都做唔住，咁所以你先至要係喺整個發展入邊，而家話片區發展，其實都講到尾就係希望要私人發展商承擔埋嗰啲背後嘅基建發展添，係規劃配套。咁我要計數，我都會諗喎，哇！喺我以前拍塊地隔離條鐵路就係港鐵，即係再賣樓再搞嘅。咁我喺隔離買塊地走去起屋苑，梗係着數啦。嗱，其實剛才 Joseph 你提到新地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新地嗰啲即係樓盤啦，好多時都係咁嘅，就係喺鐵路附近，咁佢會起到周圍都係嘅，即係正咧就係鐵路上蓋要同港鐵夾嘅，有時會夾嘅，但係多數都唔係好想做呢件事，因為
唔夠賺錢啊。咁但係你睇下北部都會區頭先，即係我覺得大家心照啦嚇，你長實就從來都係計唔掂條數，我就唔會同你做噶啦。咁新地有陣時都其實都係咁嘅，即係以前幾年，即係講緊係7-8年前咧，其實佢哋都仲進取啲。而家其實大家睇條數係睇得緊好多，你唔係話真係揾個中央嘅大官落嚟話，喂，記住啦，愛國愛港嘅就記住買地啦，真係計唔掂條數就計唔掂條數嘅。即係你話佢哋內部唔緊要啦嚇，最老闆話做就做啦咁，但係其實邊個可以夠膽拍板話好啦？我哋開幾多錢入一張咩標咧？佢即係公司內部都有一定嘅嗰啲思維模式噶嘛。你除非真係要去到最高老闆嚇，即係佢自己話呢單嘢我哋不計成本去做。咁但係喂，上市公司嚟㗎，你咁樣做嘅話，市場會即刻有反應嘅，都係好肉酸㗎喎。咁所以我諗而家嗰個困局就係，其實喺北京或者香港政府嘅立場就係，我理得你個股價係點啊，向股東交代啊，或者諸如此類啊。而家就係呢個國家嘅任務。哇！呢個係香港嘅一個即係都幾悲哀嘅地方嚟嘅。你問我。而家政府就即係好憧憬呢個成個北部都會區會成為一個即係新經濟增長嘅動力，所以又話咩 AI 加人工智能啊、創科未來都會集中咗喺北都嘅啦。咁所謂即係南金融，北就創科啊嘛。咁但係成個北部都會區，你講緊成個規劃，以至係未來嗰個投資回報係點樣可以即係令發展商放心投資咧？其實今日政府都俾唔到條數大家。但係你就要即係發展商自己啃咗佢成個過百億嘅投資，即係任何識計數嘅都即係唔會咁樣將啲錢掉落去。你講緊可能回本期係7-8年，而且你仲要用你住宅嗰個賺到嘅部分去補貼翻其他頭先講基建啊、大學城啊、配套啊，到底呢條數係咪咁易計咧？就即係其實今日都計唔清。你何況成個北部都會區講緊250萬嘅人口。你講緊可能係其中6-4比啦，我當你可能私人住宅都有100萬，咁呢個係一個好驚人嘅一個供應量。呢個亦都可能係部分睇淡香港樓市，譬如係前分析員陸東就話，即係香港嘅樓市會同深圳化啦，會同大陸睇齊，係其中一個即係佢哋俾嘅理由。當然我話自己即係對呢個講法都仲有少少質疑嘅，即係香港樓係咪真係要同深圳睇齊咧？始終香港都仍然有一定嘅優勢嘅，就唔可以話即係完全去同深圳比較。咁但係嗰個差距係咪會越收越窄？加上你而家又話24小時通關啦，好多人寧願住喺深圳或者近邊境嘅地方，因為始終個租金成本低好多，又可以住大好多，咁呢個又的確係佢嘅吸引力。所以即係呢啲因素你夾埋埋嚟緊，即係對香港樓市其實嗰個影響咧，即係我見唔到施老闆會即係交代呢啲供應啊北部都會區嘅因素，純粹就話你唱淡嗰批就係抹黑啦，就係喺度禮橫節曲唱淡個樓市。咁到底即係邊個公道啲咧？我覺得即係大家觀眾自己都即係應該有個衡量喺度。即係其實香港，如果你問我啦，我覺得最好嘅情況就係好似而家咁，即係你唔會話見到有一個好大嘅危機，唔會話見到啲人趕住去放咗手上面層樓，但係同時之間你又唔見到有好多人話要衝入嚟買樓。喺呢啲咁嘅環境咧，其實我哋唔係話未見過嘅。通常我哋會形容呢種嘅環境咧，就係叫做呆滯啊、吽哣啊。其實吽哣鬥已經算好好噶啦，即係你唔出啲咩大事已經好好。不過問題就係你與此同時，你呢個政府又要滿足北京俾你嘅各種任務。其實呢個北部都會區，如果你話喺翻香港自己本身嗰個發展嘅計劃入邊，本來咧就唔係一個，甚至乎
即係講又用翻8-9年前嘅世界嗰陣時，其實主力都唔係講北部都會區，即係唔係話冇發展，因為佢嗰陣時都已經有啲基建即係講北環線洪水橋發展嗰陣時，亦都已經講緊，但係唔係呢個規模，亦都唔係呢一種模式嘅。嗰陣時，如果大家記得咧，林鄭月娥佢一路力推，用盡晒牙力，就係講呢一個大嶼山。咁但係大嶼山一來，大家見到啦無論係工程嘅造價等等嗰啲都太貴啦。咁第二個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同佢哋嗰個大灣區嗰個規劃咧，又好似唔係幾真係銜接得到。咁但係如果你話北部都會區係為咗係再進一步，你嗰個即係深港一體化，咁其實又咁講，真係深港一體化嘅話，咁咪無論係人工租金樓價等等都要一體化先得㗎。即係唔係話深圳好失禮你，咁但係即係始終同香港有一定嘅距離喎。咁呢一點係咪即係都係要考慮咧？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唔需要即係施老闆就話，香港始終都會有啲好有錢嘅人走入嚟嘅，我都信。咁但係好有錢走入嚟嗰啲人，又係咪去你北部都會區嗰度買先得㗎？即係你話買半山買山頂，咁我都仲明白啊。咁但係你而家呢一個錯配，你喺北部都會區係一個咁大規模嘅發展。而發展嘅嗰班發展商又要幫你孭埋呢啲咁嘅數，其實你自己諗下都知道點解嗰個反應係咁差。而如果特區政府自己有得揀，分分鐘都唔會行呢條路。咁但係而家冇得揀啊嘛，咁你咪唯有大家焗住做一啲冇乜市場吸引力嘅，即係其實如果你有市場吸引力，你使鬼要夏寶龍落嚟叫你買咩？自己衝住去買啦，係咪？我諗我有啲明白，即係點解啲特區政府官員咁焦急嘅。其實呢個唔係單單香港嘅問題，我哋睇翻亞太區啲幾個城市，以前亞太四小龍啦，我哋見南韓一個三星加呢個 SK 海力士喺嗰個半導體 AI 算力嗰個發展程度，真係可以話即係一時無兩。最新南韓政府都投入幾千億嘅公帑去協助呢個三星同埋海力士去發展新嘅算力，咁但係調翻轉咧，佢哋希望呢啲企業可以交翻咧更多嘅稅咧，可以係惠及翻普通民眾。你講緊呢兩個企業，三星同海力士交嘅稅咧，其實一年係講緊4000億港紙。我哋舊年香港特區政府嗰個利得稅都係講緊2000億。咁你見到佢哋呢啲大企業發展得咁快，當然即係你話即係會係過分側重喺呢啲咁嘅企業。咁但係 AI 算力，就算你擔心今日佢個泡沫，但係的確係未來發展一個好重要嘅即係一個產業啊。你台灣亦都係台積電引發呢個科技園以至其他嘅投資，亦都係見到台灣經濟亦都近年反彈得好快。就算新加坡未必係一個好大嘅股票市場，但係佢個財富以至其他理財嘅管理，亦都近年係進步得好快。咁但係香港就似乎係獨落後咗，定係單一一個金融服務業。咁所以啲特區政府官員好心急，諗啲方法，希望可以追上咧，其實都唔難理解。咁但係係咪單靠即係一個北部都會區，又去翻昔日地產行業補貼其他產業嘅發展，就係我哋成功嘅方程式咧？呢個反而係我覺得係最大嘅疑問。即係香港嘅困局，其實唔係淨係一個即係產業嘅嗰個單一化，即係我哋講金融業，咁以前基本上真係浪起晒香港成個城市啦。咁我諗有好多根本嘅制度上、結構上嘅問題，其實而家係好難解決嘅。即係頭先講不論係南韓、台灣或者新加坡，我哋用四小龍去對比，佢哋同香港嘅處境，我諗最大嘅分別就係香港嘅即係無論係政府又好甚至乎呢啲大財團又好，佢哋仍然係有好多不由自主嘅事情要做啊！即係相對於人哋咧，其實佢哋個彈性，香港嘅彈性咧係好細嘅。
咁呢一點我覺得係即係值得大家關注咯，即係唔係純粹話即係簡單我哋話供應同需求咁啊，加埋睇下邊個大啲，咪價錢升或者跌咯。即係呢一個諗法當然係即係好直接咁樣去分析話樓價一定可以控制得到嘅。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嘅就係你以為供應少咗樓價會升咩？咁需求都可以同時間跌嘅喎，即係你唔知道係咪因為大家預期未來嘅需求嘅冇想象中咁大，所以就連供應都減少咗啊？定係乜嘢原因？即係翻去呢個咁嘅問題嘅話咧，即係其實唔係話即係睇死香港嘅樓市，我都話最好嘅環境咪就係吽吽鬥鬥，好似而家咁咯。吽吽鬥鬥唔差噶啦，即係大家唔好太高要求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有人夠膽話唔係嘅，我睇香港嘅樓市一定會好勁嘅，咁呢個就應該咁講啦嚇。我都想留名等睇學嘢，即係究竟點解會覺得香港嘅樓市會做得好好？咁但係如果係吽吽鬥鬥嘅話，咁大家咪睇住自己嘅需要咯，係咪？即係計下租抵啲啊，定供樓抵啲啊？嚇，能力範圍之內，自己有使用嘅需要嘅，咁當然係不妨嚇，即係有可以計到數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㗎，我諗住買嚟即係可以收租啊賺錢啊，咁我就覺得大家要留意啦嚇，即係因為而家要收租賺錢咧，其實即係呢個唔係我哋今日討論話題啦。最新都聽到有啲人講就係有好多私樓都慢慢變劏房啦。咁呢個反映咗乜嘢咧？即係亦都係反映咗即係租樓嘅人其實係租金係上升啊，不過負擔能力冇跟住上升啊嘛，咁啊結果咪變咗劏房。即係呢一點大家係需要注意嘅。不如我哋今日咧亦都即係講到呢度啦嚇。如果大家覺得喂樓市呢個 topic 想我哋講多啲嘅，咁啊歡迎留言啊，歡迎即係俾多啲 like 啊，周圍 share 啊，我哋嘅片啊，俾多啲人知道追光者 Money Discord 呢個節目啊，咁我哋亦都即係可以即係調整下我哋嘅題目嘅方向啦，咁啊盡量可以答到大家嘅問題，亦都即係可以試下回覆下嘅。咁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好多謝 Joseph 嘅時間，好多謝各位觀眾嘅時間，我哋下次再會，拜拜。唔該Simon，拜拜。曾經大家嘅電話 App 一定有佢嘅存在，佢唔怕權貴，敢於踢爆。當然咧，亦都有做得唔好嘅地方。無論點，佢值得喺歷史上留下一個記錄。由追光者主辦嘅蘋果珍藏特展，6月19至21號喺台北舉行。我哋需要籌集25萬港元經費，希望大家支持，一齊備份蘋果，記錄香港。